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結束姑姑小姨媽頻道。我表弟廚神今日帶我去食乜嘢？秋天了，秋補一下，吃點羊肉。秋天啊，要補一下喎，帶我去食羊肉。Let's go。今日去呢間鋪頭就喺華強北地鐵燕南站 C 出口之後，我哋見到欄杆路右手邊睇到呢個位，即行。廚神表弟就同我講，秋天呢一定要進補。咁我就問佢進補食乜好，佢話一定要食羊肉啊。我同表弟呢都住深圳嘅，我哋一般出嚟食飯呢都唔會揾連鎖集團，同埋唔會食預製菜㗎。仲有嚟呢間點解要嚟大漢燒烤呢？因為只此一間，別無分店，佢哋已經開咗11年啦。入去坐低之前喺門口就見到咩呢？美團團購套餐178。另外唔同美食嘅平台呢，數碼都有優惠㗎。嗱，如果喺大眾點評入到嚟打卡收藏，仲會有免費嘢飲啊！我同表弟喺呢度食飯已經幾次㗎啦。今日有幾個 friend 一齊嚟，所以先嚟點一個188蚊嘅套餐。套餐裏邊呢就有3大王牌，唔知大家細個嗰陣時有冇食過燒豆皮呢？仲有網紅臘腸串，呢個臘腸串真係燒得好香㗎，加埋2個煮食嘅燒餅，仲有一碟燒製嘅大刀拍黃瓜。嚟大漢梗係主打食羊啦，套餐裏邊有大漢秘製嘅燒羊扒或者燒羊腿2選1。今日我哋揀咗燒羊扒。除咗食套餐之外呢，我哋仲點咗大漢嘅8大特色菜。等我依家同大家介紹一下先。哇！呢個烤魚子啊，好肥美啊！我嚟咗咁多次，無論夏天1年4季，我都要飲呢個羊雜湯，因為料好足啊。嗱，我必飲嘅羊雜湯，大家睇下啲料，哇，好足㗎。試下飲先，哇，好過咧自己喺屋企咧燉羊肉湯，正。嗱，我鐵索真心推介呢幾粒燒賣，大家咧牛肉燒賣啊、豬肉燒賣啊、魚肉燒賣咧都應該食得好多。呢個燒賣好特別，係羊肉燒賣嚟㗎，等我試下先。好好食。除咗羊肉湯之外咧，呢個湯係新產品，再喺秋天嘅時候咧就好補嘅。嗱，睇下有雞翅啦，同埋有蠔啊。除咗呢個亞中雞子生蠔，仲有一個亞中燒雞子魚子。等我飲下試下先。哇，好濃郁啊，好鮮味，正。呢個呢又係新菜品嚟嘅，叫做乾煸牛肉絲。有啲似牛肉乾，但係呢，愛嚟呢送酒啊！呢個一流。呢款呢又係新菜式鐵板魷魚酥，我最中意食嘅魷魚啊！好有口感，嗦聲啊！但係咧有微微辣，少少辣。咦？蛋呢？這個是什麼？雞架。哦。是不是好吃？我們還沒吃。味道不錯。呢個咧就係雞架，雞架裏邊究竟係有啲咩醬？睇下先。呢個咧送酒一流，酸甜口味嘅，即係唔食得辣嘅朋友咧，點呢個。入邊咧就外邊係脆嘅，但係入邊咧啲肉咧，呢個唔係喎，好正啊呢個。
嚟到大漢梗係食燒羊啦，188蚊嘅套餐裏邊可以揀燒羊腿或者燒羊扒，我哋今日就揀咗燒羊扒。哦，3切3烤3切3烤，現在這個是皮來嗎？不是皮，也不是皮啊，這個是肉。對。3切3烤，因為咧羊咧唔好一次過咧烤熟晒嘅。大家唔知道有冇喺出邊食過烤羊肉咧？一般咧都係烤一次之後咧切咗肉之後斬埋啲骨俾你，但係呢邊咧就係講到明主打3烤3切。我就問廚神表弟點解大漢燒烤要用3烤3切呢個方法？佢話雖然多咗功夫，但係咧避免咗呢個外邊就焦，裏邊就生，同埋咧每一次嘅口感層次咧都有唔同。再嚟一次，第2切，同頭先嗰個差唔多嘅，好似未食過咁樣。哇！真係第1切同第2切嘅口感完全都唔一樣。第2切咧好嫩啊啲肉。第3次就你幫我拎入去，第3次就會切。哦，好，謝謝。呢個就係最尾嘅一燒，羊扒最尾一燒，好好味道啊！如果世界上好味道，這個真。呢個套餐咧非常之抵，188蚊。我咧仲點咗其他嘢啦，就係個新菜式。大漢燒烤喺唔同嘅美食平台推出各種套餐，套餐嘅優惠咧喺國慶黃金週假期之內咧都可以使用㗎。每一日嘅營業時間由11點開到凌晨4點鐘，但係每一日嘅下午2點到4點就係休息時間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輯再見，拜拜。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